转换的时，所以这天气较无稳定，啊，咱身体较容易无舒适，啊，心情也较容易波幅起动，所以请咱各位好好照顾咱家己。吼，啊，今仔日游玩真欢喜，有遮尔好的天气，会当坐踮遮，甲大家做伙来敬拜上帝。咱即摆要吟的第一首圣诗是圣诗181首，圣诗181首，这首咱来吟第1节、第2节、甲第3节。降生乌落天边，自然荣华上帝，听堂人民无穷无尽，照靠天顶地。乌落耶稣尊名，上帝都是会行。公路极大，小人做歌，替咱放散生命。第3节，乌路上帝神圣，观念感化万味。对天降临，点燃的心，互咱解救换心。好，等下咱第4节咧找的时阵，游玩要注意吼，即马三位一体拢已经改做三一上帝啊。让我们看一下第4节的歌词哦，三位一体即马拢改三一上帝，所以咱等咧唱的时阵爱较注意的吼。好，咱即马要吟的第2首圣诗是圣诗172首，圣诗172首。哦，这首诗歌你若掀开咱的圣诗本吼，你来看，伊倒边的下骹有写一个 praise song。哦 ，praise song 伊中文的翻译就是颂歌的意思，颂就是朴素的颂，歌曲的歌。啊，颂歌咱照你的里面来看，就是一种真简单的歌曲，总是伊一点仔拢无简单吼。伊是中世纪格里国圣歌的一种，啊，伊是用一个用无伴奏的方式吼，纯粹用人声的方式来吟。吼，啊，伊有几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就是伊是一个真自由的节奏。哦，啊，真自由的节奏，咱咧弹的时阵吼，就爱较细腻的吼，啊，无你就真正，大家若会众拢真正真自由的时，就会乱糟糟吼。啊，再来，过来是讲，因为咧弹吼，这种歌是用弹的方式咧唱，所以伊真注重迄个每一个单词的重音吼、重音的所在。所以咱等下要用正经咧，咱先来用滴答滴答来取代迄个歌词。吼，咱先来感受迄个整个诗歌迄个节奏，吼，咱来练迄个感觉，吼，老师请。吼，伊通常拢是两字唱，总是伫个第2句甲第4句的前半句，吼，伊是用4字唱。伫个咱第1节的歌词就是迎天的火，这是4个字，吼，啊，温树满满也是4个字，春的拢是2字安尼咧对，吼，滴答滴答安尼咧对，好，咱来试看卖。好，还要滴答哦，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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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字哦。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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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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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字。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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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过一摆哦。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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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字。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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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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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字。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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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安尼唱，咱就较清楚啦吼。啊，咱等下都搭配的歌词来唱。啊，这个尾句是咱唱咱小节的歌词拢唱了之后，才来唱尾句。啊，这个尾句真趣味，伊无搁用，伊嘛是滴答滴答，总是咱本来的尾音拢是放伫个答的所在对无？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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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无过伫个尾句的所在，伊怎变做是伫个滴的顶端？哦，老师，咱来尾句来一下。好，咱先来听音乐，啊，来滴答滴答。好，来滴答哦。滴，尾句，好，好，然后。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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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哆来咪，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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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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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伊的感觉就是安尼。好，咱即马来第一节甲第四节拢全部来唱，咱来练习一包。困求信心2字。困求心声对天降临谢你，应天的花照光万象，你对天顶临到地面谢你。温主满满要予万民，你所予阮，你所予阮少年温主谢你，恁爱我命安慰拢有，阮的心吧母母无明谢你，你使光明，予阮经验困求信心。困求信心，使阮恩惠，为主罪工拢免偷窥，过来大势当先破病。一切歹代求你随情教阮在捌，教阮在捌心悲上帝，成行成仙本是一个。愿爱用这最是来用，永远出对情人的心，愿要学路，愿要学路，你永无退。要行信心三一上帝，阿门。好，咱即仔说576首，576首，咱来唱第一节就好。我想这首诗歌咱一定真熟个吼，唱第一节就好。你若甘愿
人互上帝引带，地大方面拢仰望伊。无论啥事做归来极大，困苦的你甲你父亲，囡仔可做无免听他，徛着半顶拢袂摇动。好，今仔日到这。这时礼拜要开始，请咱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耶和华啊，愿列邦的花为你，愿你倒转伫官位，伫因的顶面。愿歹人的歹到遮煞，义人你互伊徛在。因为公义的上帝监察人的心肠，我的盾牌在伫上帝，以拯救心内正直的人。我要照耶和华的公义感谢伊。搁学了至权耶和华的名，咱三甲内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181首，圣诗第181首，共心学了天父，请起立吟全首。共心学了天父。
请咱三甲来祈祷，听从阮的主，感谢你保守阮伫过去即一礼拜的平安，也赏赐阮有福分继续来朝见你的面。伫一切平凡的生活中间，阮体会到这是主你满满的恩典。主你有保守阮伫患难中无来拄着灾害。当阮拄着试炼的时，主你一直甲阮同在，帮助阮较赢魔鬼的诱惑甲挑战。恳求主，你也帮助阮，伫顺时的中间，无袂记得一切拢是主你的恩典。主边听阮的救主，当阮也要再次为着阮济南教会来献上阮的感恩。伫顶一个礼拜日，伫主你恩典保守的下面，阮顺利来召开会员好会，也伫你美好旨意的中间来选出新任的长职。主，阮相信每一位新任或是现有的长职同工，拢是主你上好的安排。主，阮也感谢你保守侪无当职的会友，共款是尽心尽力，致意伫教会各项的事工。眷顾阮同工所无看到的角落，帮助阮中间至微细的甲阮的厝边。伫服侍的路上，难免有阻碍甲挑战，也有时拄着伤害或是绊倒。恳求主你保守所有伫你面前尽忠的奴仆，无论是当职还是无当职的同工会友，有满满对主来的气力。有恩典的灵陪伴，伫服侍的中间拄着软弱的时来扶持因；伫因拄着委屈的时，替因来担当因的重担，安慰因受伤的心灵。阮相信主要保守所有着磨伫主的工的奴仆，伫收割的季节，要带着主你所要拯救的羊，欢欢喜喜倒转来。但愿知阮的祈祷是无完全的，阮要照着主在早所教示阮的安尼讲。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着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三甲来启应文第6篇，请掀开圣诗后面第1005页。启应文第6篇，这篇启应文是出自圣诗第16篇。咱三甲来启应。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要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去对别个神明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毋参与因的献祭，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驾驶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
咱搁三甲来吟圣诗第172首，圣诗172首，恳求圣神对天降临。请起立吟全首。恳求圣神对天降临，用天的火照光关心，你对天顶临到地面，温书满满白好万民。你所予咱上天温书，仁爱活命安慰拢有，我的心希望无明，你赐光明，互阮情愿，恳求圣神赐阮恩惠，为主罪工拢免偷窥，家爱大细当心和平，一切歹代求你洗清，甲阮在捌成白上帝，先行先心本是一个，愿爱用最死来吟，永远出对情人的心，我要学着你用无体，白行诚信三位一地。请坐，咱搁三甲来祈祷。慈悲听阮上帝，答阮恳求，主你赐阮清气的心，甲正直的心，通过主你的灵，亲自来扶持阮，牵阮的手，伫阮行邪失错的时，恳求圣神家己用讲出的吐气，替阮来恳求。帮助阮恬静阮的心，全力来听从主你真理的声音。主，阮也感谢你引带你的仆人陈永文牧师来到阮的中间，恳求你赏赐智慧，伫伊的讲道来教示阮明白主你的真理。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三甲来共读圣经，以赛亚书第14章。第1节到21节，以赛亚书第14章第1节到21节，请大家看，听我来读。上主要任命伊的子民以色列，搁一遍竞选雅各，甲伊安置伫伊家己的乡土。真侪住伫因中间外族的人，会甲因联合。归属雅各的后代，真侪国家会协助因转去因的祖国。以色列家会伫上主的地得到外族人做男仆女婢，以前掠因的，担变做因的妇女；过去管辖因的，担要受因管辖。
上主互恁对悲伤、苦痛、对受强迫做苦工、得到讨饭的时，你会对巴比伦王唱这首讽刺的诗，讲：压迫者竟然灭无，伊的强迫消失啦！上主已经讲断邪恶者的棍，拍断统治者的拐。因伫大受气的时，不断欺压列国，伫愤怒中残酷管辖列邦，全地得到安息平静，所有的人拢欢喜唱歌，连商丘甲黎巴嫩的百香树，都因为你的结局欢喜唱，讲：当你已经倒落去，袂阁有错差的人来甲阮错。大地下面的阴府晃动，要迎接你的来临。地上统治者的阴魂拢受唤起，列国君王的阴魂对因的宝座起来，欢迎你到位。因要开喙对你讲：你甲阮相款拢变软者，你甲阮拢相像啦。你的威风甲你琴瑟的声，拢落到阴府。你困的眠床是虫。你盖的被是蛆，天光早的启明星啊！你竟然对天落落来！你这个列国的征服者，你竟然跋落地面！你心内安尼讲：我要爬上天顶，将我的宝座设伫上帝正天神的顶面。我要坐伫智慧的山顶，伫极北平的所在。我要爬上云顶。我要甲至高者平悬，毋久你会受弹落阴府，到深起上深的所在。看见的人会直直甲你想，心内想讲：即个检是互大地摇掣，互列国轰动迄个人；即个检是互世界变做风暴，毁坏城市，毋放妇女转去因兜迄个人。列国的国王，逐个拢真有尊严，安葬伫因家己的坟墓。毋过你死无葬身之地，你的身躯互人讨厌，受人践踏，互真侪受杀害的人的尸体陷地，做伙落去深坑的石头遐。你袂当甲遐的君王同埋葬，因为你毁坏你的国，杀害你的人民。愿歹人的后代永远互人袂记得，因为因祖先的罪，恁着甲因的子孙全部屠杀，才免因高兴起占有大地，伫世界各所在起造城市。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即碟要请阿萨士班用诗歌带领咱来敬拜。主微细的声。
即时请郑永文牧师讲道，被掳归回，对比落阴间。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希望诗班，今日再去用主微细声这首诗歌，引带咱来敬拜上帝。这个歌是对《列王记》上卷19章真水的迄个经文解写引带咱思考，伫这个混乱的世间，咱要怎样听见上主微细的声？微细声会咱互咱听见上帝的话，互咱身心平安。直到咱会当安享伫主内面。咱今日进入以赛亚第14章，顶一章13章的主题，讲起耶和华上主要处罚巴比伦。当上主出手处罚巴比伦的时阵，相对的，这要带来犹太群体因的讨棒，因的福气。所以今仔日14章一开始1节到2节，就讲起流亡的子民要倒转去到乡土重建家园这个好的消息。相对的，伫遐做对比的做对比就是为第3节开始到21节，就讲起巴比伦王伊会拄着的命运。这首歌变做旧约圣经内底真出名的哀歌，是讲挽歌，挽歌就是对死去的人所唱的歌。这首诗内底引用真侪古早时代巴比伦神话内底的遐图像，所以咱会看见伊用足侪宇宙的象征在描写。这个歌的表达真强烈，一方面对迄个暴君提出宣判，但是另外一方面听伫遮过去受苦的子民的耳孔，因真长拢用仰望伫遐期待，因听到即个对暴君的宣判的歌的时阵，带互因情感的有一种的安慰，互因感受到讲新的时代要来了。咱咧读这段14章的经文的详时，今仔日拄好，也是咱教会做期所拜宗教改革的纪念主日。过几天的10月31号，就是罗德马丁当年感受到讲上帝的福音是白白恩典，福音要带互人自由讨棒，所以真勇敢起来对抗当时将福音带去到错误的方向的中世纪的教会。宗教改革带互咱今日这个时代的教会一个新的方向。所以咱今日读这段经文，嘛要甲宗教改革的信息来做淡薄仔的连结。下面咱就先来看今日这2段经文。第一段14章1节到2节，一开始讲上主要任命伊的子民以色列，要搁一届竞选雅各，甲因安置伫因家己的故乡。咱为以赛亚头前一路读落来到呾，知影即个过去耶和华捌甲以色列人立约，这个申命记第4章、第7章拢有讲起，以色列人诚做上帝的子民，但是后来以色列人犯罪，离开上帝，直到上帝通过亚述、通过巴比伦出手，
甲因处罚，直到因最后流亡。伫迄个流亡的中间，因经验到耶和华是甲因立隔离的，因去互上主弃绝。当上帝佫一届宣告，伊要佫一届竞选以色列，竞选雅各，互因成做上帝所爱的群体。毋然呢，要互因倒转去故乡，重建迄个家园。第一节的上尾啊，伫遐讲外族的人也要甲因联合，成做雅各的后代。这咱互咱读起这段的时阵，咱开始去想，这是什么意思？外族人是咧指什么人？结果进入第二节，互咱不只条件，伫遐讲起，毋但有真侪国家要帮助因倒转去祖国。伫以色列的家内底，有外族人要成做因的男仆女婢。过去掠因的人，当要变做因的俘虏；过去管辖因的，当要互因管辖。这是互人读起来真着惊的信息。外族人要变做以色列人的奴仆。当然，伫遮即个信息真要紧，要表达就是讲，迄个有真大的改变，一个社会真大的逆转，咱讲大逆转，伫顶头的要扭来下骹，下骹的要压去顶头。犹太人过去受掠，当要得到讨棒，毋然安尼，因阁要奴隶外族的人。这是信仰的信心吗？这咱到上尾啊，咱会当过来做一点仔讨论。这个表达，同款的表达，其实嘛出现伫耶利米30章26节。过落去进入第二段3节到21节，这就是咱拄仔讲真出名的哀歌。一开始，伫遐上主阁宣布讨棒的信息，上主互恁对悲伤、苦痛、受强迫、做苦工得到讨棒。迄个时阵，恁要对巴比伦王唱这首讽刺的歌。遮咧讲到受压迫、做的苦工，互咱想起出埃及记内底的迄个情景。伫埃及的所在，以色列人都爱伫遐做庄仔。咱若去读出埃及记第5章，特别表达迄个受压迫的困境，都爱去烧草做庄仔。到尾啊，埃及的法老讲，连草嘛卖互因，叫因家己去找草。所以迄个以色列人的压迫加倍受苦。所以伫遮用迄个出来伫埃及中间受苦做一个情景，伫遐描写过去以色列人受到的压迫，当因要得到讨棒。讨棒原文的希伯来文是休困，因要得到休困。得到自由一个真有意思的情景，就是讲因伫迄个自由的中间，会当对即个过去的暴君唱一首讽刺的歌，这是文学真特别的表达。过去受苦的人，当得到自由，在自由的中间，因会当休喘一下，佮对迄个暴君唱一首讽刺的歌。这对因过去受苦的情感，会当讲是一种的治疗。另外一方面，嘛通过这个讽刺的歌，要宣告上主授予因自由。讲到这个巴比伦王，突然出现这个巴比伦王，学者拢伫遐讨论讲，这个巴比伦王到底是啥？过去有一寡学者认为讲，是咧指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咱咧读但以理书的时阵，会读到这个王。
但是嘛有另外学者讲，嘛有可能是咧指但以理书第5章所讲的迄个伯沙撒王。咱来记咧但以理书内底真出名的即个情景，即个伯沙撒王是一个足骄傲的王，啊，定来要典伊的即种伟大，啊，但以理书第5章讲起讲，伊办一个宴席，请1000人来伫遐大宴席，伫遐欢乐，结果伫壁顶头有砖头啊，伫遐写警告的话。你讲你伫要，你的一切你要停止啊咧吼。结果迄天暗时，即个王就去用暗杀。所以嘛有学者讲，今日即段哀歌应用伫迄个伯沙撒王，可能更较适当。咱毋知影到底是指倒一个王，但是真清楚是咧讲一个残酷暴君的即个故事。过落去第4节的后半段到第7节，同款各用哀歌伫遐表达，讲竟然压迫者竟然灭亡，伊的强暴竟然消失。这竟然这个表达，敢若亲像是哀歌，听起来敢若想讲啊，诗人咧为着帝国灭亡伫遐哀伤。但是咱真足读就知影，这是一种讽刺、羞辱的手法。敢若咧表达哀伤，其实内心是咧欢喜，是咧庆祝。伫遐讲，迄个残暴的暴力已经结束，迄个关系已经结束。灭亡、消失，这两字原文拢是休困的意思，还是讲止息的意思，止息吼，无啊，落个继续。伫遐讲暴君的力量要煞，巴比伦伫地上的占卜嘛要煞。到即节的尾啊讲，所以安那全地得到安息平静。咱伫前一章13章第5节伫遐头头讲，全地拢要去用毁坏。当新的时代到，全地拢要得到安息平静。安息甲头前咧讲休困是同款的意思。平静这字伫士师记常常咧用，就是咧讲当对敌去用拍败以后，土地要得到种会当喘气的一种空间。土地要得到喘气的空间，连土地也要得到自由。然后搁落去第7节到11节是另外新的一段。这段的主题，咱简单讲，就是讲欢迎来到无力者的世界。欢迎你来到无力者的世界。伫这段中间，诗人用2个回应的迄个情景来表达讲，暴君死的时阵，这个世界要安怎回应？头一个伊照用受造界唱歌来做回应，伫遐代表就是迄个青树甲黎巴嫩的碧香树，这2种足大丛的树，拢伫遐大声唱歌，讲压迫者已经去用废除啦。所有的过去对土地的伤害、对生态破坏，拢要停止。伫第8节安尼讲，当你已经倒落去，袂阁有错柴的人来甲阮错。咱知影经济甲生态定定是绑做伙的，政治甲生态嘛是绑做伙的。当一个压迫者去压迫人民的时阵，往往伊嘛会去破坏受造界甲生态，所以当人民咧受苦的时阵，土地也做伙受苦，当暴君已经死，
连受造界也欢喜伫遐唱歌。吼，这也互咱想起诗篇96篇，伫遐讲起大自然咧学乐上帝歌。吼，伫遐讲天就欢喜，地就快乐，田园甲所有其中的拢就快乐。树林内的树木，拢要伫上主面前欢喜唱歌。哦，这是头一个情景。暴君死亡，大自然伫遐唱歌。哦，第二个情景更较有意思，诗人甲咱带到阴间，哦，带咱去到阴间。伫犹太人的传统内底，阴间是死去的人暂时伫遐住的所在。哦，阴间毋是咧处罚的所在，是咧讲。死去的人拢暂时伫遐休困，哦，伫遐听候，哦。当即个暴君呢死亡了后，伊嘛去到阴间，哦。伊去到阴间的时阵，诗人用足趣味的表达方式，伊讲过去咧世间共款做王，或者有权有势的人，当已经死，拢伫阴间遐，即死去的君王哦，因会组织一个敢若欢迎委员会啊，吼，要来迎接即个新的人来到因的中间，吼。然后呢，因伫遐用讽刺的口气对伊讲：“你甲阮共款变做软正啦，你甲阮拢相像啦。”吼，即个表达其实嘛咧反映，即死去的人因内心的种哀愁啊。过去因享受权势，但已经无去啊！这个新来的人，互因想起因过去的情景，伊嘛甲咱共款。吼，当然，这个对这个新来的人是搁较大的一个挑战。伊拄啊咧无偌久进前，搁伫遐咧享受真浮华的这个王宫的水的遐个。情景，但竟然落落去阴间，哦，这个咱的诗用真趣味的话讲，你的威风，甲你琴瑟的声，拢落到阴间。你困的眠床铺的是藤，你盖的被是厝，哦。对这个原来荣华富贵，但落落去伫阴间，吼。接落去12节到20节是这首歌内底的一个歌风，吼。伫遐咧表达讲极大的改变，吼，迄个改变是足大的，为天顶落落来到地面，吼。原来高高在上的会落落来到地面，而且伫遮诗人特别照用古早。巴比伦还是迦南的神话内底表达，伫遐表达，吼，伫遐讲天光早的启明星啊，你竟然对天落落来，你这个列国的征服者啊，你竟然跋落地面，吼，伫遮两解用竟然，同款是哀歌的表达方式，吼，这个压迫者。照用迄种迦南的神话吼，伊亲像迄个想要去到天顶的迄个王，想要爬去到天顶，甲神明徛做伙吼。即内底照用的是巴比伦神话内底一个晨星吼的神，叫做赫莱尔吼，伊的故事吼。即个君王呢背叛，想要爬到天顶，甲神明有同款的位。那亲像创世纪11章，咱读到迄个巴别塔的故事。当时的人民骄傲，想要起一间塔透天，哦，来伫遐展现因的名声，想要讲人甲上帝当平悬，吼平悬。结果呢，伊就落落来，跋落伫地面。真有意思，13节到14节
诗人将即个骄傲的话藏伫即个暴君家己的喙，互伊家己讲。哦，这话讲出来呢，变做对伊家己的控诉。哦，伊伫遐讲，我要爬上天顶，将我的宝座设伫上帝天神的顶面。我要坐伫智慧的山顶，伫极北平的所在。我要爬上云顶，我要甲至悬的平悬。哦，伫遮咱看见即个骄傲的人，毋知影见笑，每一句话拢是我要世界。我要安怎？我要安怎？我要爬去天顶，我要爬去云顶。哦，即个骄傲的人想要取代上帝位。伫遮智慧的山顶，即句话嘛是迦南神明内底、神话内底用的词，在指迄个神明咧大上悬的迄个山，哦，也是巴力，哦，巴力即个神大的所在，哦。结果15节到17节，诗人对即个骄傲的君王做出回应，哦，伊伫遐讲我要安怎，我要安怎，我要安怎的时阵，诗人甲拍断。讲毋过你会安怎？哦，毋过你会安怎？哦，你即个想要做启明星的，你会去用扣落来。哦，你想要爬去天顶，你要爬去云顶，结果你要从淡落阴府到深坑上深的所在。哦，即个情景是何等的戏剧性！哦，迄个转折遐尔啊大哦，直到诗人讲，连为路边行过的人，拢直直甲你想，甲你看讲，这敢是迄个古早，敢若咧互列国轰动的迄个王吗？胆哪会变做安尼？哦，过去伫遐互世界变做风暴、毁坏城市的迄个人，胆哪会变做安尼？咱进入最后两段，18节到20节，伫遐讲，暴君的死，毋是干那咧在生发生尔，死以后命运搁较惨。哦，一般来讲，君王若死，一定有足荣华的一种装饰，嘛会带入真水的坟墓。哦，结果伫遮诗人讲，别人是安尼，但是你毋是。你死无葬身之地，你的身躯互人讨厌，互人吞打，你的身躯互真侪受杀害的人的尸体砍咧，做伙落落去深坑的石头遐。哦，伫遐讲你死以后的命运嘛搁较惨。哦，伫遮诗人的表达到遮还袂煞，最后2节20节到21节。诗人阁指向将来，伊讲这邪恶的集团哦，你还较注意，伊的后代嘛会阁倒转来呢。哦，所以伫遐讲，原歹人的后代，永远无人，永远互人袂记得。哦，历史甲咱讲，这真正是事实啦。暴君的集团，因的家族，因的宗亲，因遐尼大的一个组织，拢有足惊人的一种再生的能力。哦，真侪遮个咱讲独裁的统治者，死了无偌久，后代佫倒转来。哦，每一个尼布甲尼撒王后壁会佫有新的尼布甲尼撒王佫出现。哦，所以经文用真强烈的话讲，恁着甲因的子孙全部屠杀。哦，互咱听着嘛真惊吓。哦，敢若要报复安尼。但是今日经文重点毋是报复，嘛毋是屠杀，是咧甲咱讲，你着确保这南权的集团后代袂佫倒转来，佫掌权。历史的现实其实是安尼无毋对，哦，咱想看觅啊，韩国就是安尼，
朴正熙这个独裁的总统落台了，无偌久安那，伊查某囝佫做总统呢？菲律宾独裁的马可仕，今仔日菲律宾的总统是谁？小马可仕。咱台湾嘛差不多呢。咱台北市的市长，涨价的人。所以今仔日的经文真特别，伊提醒咱，迄个独裁甲骄傲是一代搁一代会传落去的。咱就爱努力，互上帝主权伫咱的生活中间会当继续存在。今仔日经文会当讲真生动、真戏剧性，但是对咱来讲有真侪通思考的所在。咱来看今仔日经文对咱有甚物款的提醒？咱倒转来中国改革纪念日，今仔日中国改革纪念日，会当来做一寡连结吼。头一个今仔日经文足清楚，伫遐讲过去严格伫遐管教以色列人的上主，要搁一届温台雅各，伊要搁一届展现慈爱。咱咧头前以赛亚书读到，即个上帝通过亚述甲巴比伦，要来处罚即个以色列甲犹大国。无想到亚述甲巴比伦竟然骄傲占卜来对待这列国。所以顶一章13章伫遐讲，上帝要责罚邪恶人的邪恶。相对的，当这暴君受管教的时阵，上主的生气对以色列人就煞，亲像天的老爸老母的心同款。管教囝儿了后，内心会搁一届显出迄个疼。14章第1节讲，主要搁怜悯伊的囝儿以色列，搁一遍竞选雅各，甲因放伫家己的乡土。这提醒咱上主伊的本质是慈爱，虽然伊真严格的管教这个罪恶，但是伊的慈爱永远伫咧。中国改革运动上要紧的一个信息，就是上帝恩典大过人的罪甲不义。这是恩典的教义，恩典的教义。上帝可能对咱的罪真讨厌、真厌恶，但是咱做罪人，上帝袂记得咱，伊总是爱咱这个有罪的人，毋望咱搁一届届好好来得到接纳。人的自义可能互人犯罪。但是上帝恩典总是要接纳咱做伊的囝儿。犯罪的人会犯罪，但是犯罪的人通得到赦免甲接纳。这也提醒咱，信仰爱互人，信仰对咱来讲，带互咱盼望。伫困苦、伫困境的中间，心存盼望。咱会记得顶一季，咱咧读罗马书的时阵，罗马书第5章真水的话，伫遐讲：忍耐生出老练，老练生出盼望，盼望未至到见效。因为上帝通过赐予咱的圣神，将伊的疼灌入去咱的心。这是恩典的教义，也是中国改革真要紧的一个信息。第2点，今仔日上特别的经文是这个中赫大段，这个巴比伦王的挽歌，迄个哀歌，这个暴君呢，过去真荣华富贵，过真荣华富贵，真风光的人生，嘛捌去用叫做启明星，但结果咧。结果，伊对天顶坠落来，落落去深渊。所以巴比伦王拄到的命运，
也是世间所有骄傲的人的命运。这对咱诚做一种的感慨。古约学者布鲁克曼讲，这首歌毋是干那咧讲互巴比伦王听的，是对所有滥用权力的独裁政权讲的。有一天，因的命运嘛是会去到阴间，遐有一个欢迎委员会伫遐咧等因，一定会去到遐。其实历史内底，咱嘛看见真侪遮个故事。过去欧洲出名的即个关系的家族，就是哈布斯堡。哈布斯堡的遮贵族，今仔日的尸体去用迄伫维也纳的仓库内底，无人咧插伊。意大利过去的暴君墨索里尼死的时阵，伊的尸体去互军将，甲伊虐待，甲伊伫遐踢笑。俄罗斯过去的暴君列宁，伊的墓今仔日已经趴远，无人去甲修理。现实的世界中间，咱看见暴君嘛是会面对骄傲的这种的下场。圣经内底嘛有两个例，一个就是犹大王约雅敬，另外一个是这个占卜的王后亚瑟别。因死的时阵尸体去互狗家，去互狗食。所以骄傲、自高、占卜，上帝一定会甲因对付。这也甲咱中国改革的主题有小可相关。中国改革的主题咧强调上帝主权，人生上要紧的目的，就是将一切荣耀归乎上帝。当咱将荣耀归乎上帝时阵，对咱来讲，迄个信仰的功课，就是要学习看无家己，看无家己。一个看无家己、谦卑的人，才会得到上帝的接纳。一个唔知影谦卑，敢若想要高举家己的人，无法度得到上帝恩典甲祝福。伫上帝眼中，骄傲甲自义是人最大的困境。所以，今日的经文其实甲咱中国改革的运动是真有关系。讲起上帝对咱的恩典，要定定要搁一届互咱机会，嘛讲起上帝讨厌骄傲自义的人。最后，搁有一个小点，咱做伙来思考，就是拄已经讲起14章第2节，伫遐讲以色列人得到自由了后，因为有外族人做因的男仆女婢。咧讲起这个社会有一个大逆转，大逆转的结果变做讲以色列人毋但得到自由，因煞要去奴隶别人别族。对这个经文，学者有两派的解说。一派讲，伫遮重点毋是咧讲以色列人要去奴隶其他的人，是咧讲外族人嘛要加入伫上帝子民的行列。雅各的家毋是干那犹太人来尔，外族人嘛要加入雅各的家。这是一派学者将这个经文要甲做安尼的解说。但是嘛有另外学者伫遐质疑啊。诗人安尼来讲，那真就无感觉这种表达有问题。以色列人得到自由，结果伊要去奴隶别人。像学者布鲁克曼，伊就感觉讲，以色列人经历过出埃及记的经验，减无因学习到家己得到讨棒，嘛爱帮助别人得到讨棒吗？结果因家己得到讨棒，哪亲像无想要互别人得到讨棒？因哪亲像去互胜利，咱讲冲昏头了，
敢若想到家己，拢无去想到别人。信仰若变做安尼，信仰嘛会落落去一种的盲点，盲点，自我中心，宗教也变做一种新的自我中心。咱最后也用宗教改革的运动来做一种连接。宗教改革的神学咧讲恩典，一个真要紧的神学咧讲，恩典毋是干那互咱得到一种安慰，得到一种接纳那定。恩典嘛是一种带有改变困难的力量。所以英语常常表达讲 transforming grace。这个恩典是安那？是带有改变的困难的。一个人过去去互罪捆绑，伊的自我是去互罪定义的。当上帝恩典临到伊，上帝重新甲伊定义，互伊有一个新的机会来做家己。所以，当一个人去互上帝甲伊重新定义，有新的可能性的时阵，恩典就带来改变的困难。当咱经验到咱去互上帝接纳以后，咱嘛家己愿意重新定义咱家己，一个重新去用塑造的家己，是一个改变的家己。所以经历过出来及其的以色列人，若有这种恩典的经验，伊嘛会晓学习怎样转化自我。这点我想是今仔的经文也提醒咱，甲宗教改革做这种连接，咱时时伫生活中间体会到上帝恩典是带有改变的困难的。咱的人生也会当因为安尼一步一步，互咱变做更较符合上帝心意的囝儿。希望今仔日的经文以及今仔日伫宗教改革的纪念主日，咱对信仰学习这要紧的功课，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恩典跳人的上帝，通过以赛亚14章，讲起上主的恩典要搁一届临到以色列人，也伫遐对比骄傲的巴比伦王拄着的命运，提醒阮伫经验主你的恩典的相时，也提醒家己无诚做骄傲自义的人，因为恩典一直带有改变的困难。愿这个改变困难的恩典，时时伫阮的人生中间，继续引带阮行信仰的道路，也互阮伫主你的话内底得到安息，得到信仰新的困难。愿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三角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576首。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请大家起立吟全首。你若甘愿互上地大方面，拢仰望伊，无论啥事，自开力结大，困苦的日，甲你扶持，伊若靠主。常常吐开，搁提口无停，犹问看路有啥理由？逐时经过黑暗的苦境，家己爱惜。
来去望，承受天父善良的旨意，望是对伊智慧听透，自敬善感来上帝意，在咱欠缺无定要义，任是爱道遵守主家事，着亲情义，家己分分，就是可以虽然袂堪定，也久会伫真实并存。其若是心可主的人，伊无拜山，无应允当。请坐。这点是公道的时间，咱今仔日要为着下面3项代志来祈祷。第一，请为着新当选的长职，甲2025年复赛的安排来祈祷。第二，请为着持续宗教改革的信仰实践来祈祷。第三，请为着全球气候变迁、环境保护的行动来祈祷。请大家共心开喙来祈祷。求主也帮手那些当选的同工，能在未来的一年有好的安排，也在保守那些没有当选的长职同工们，同样有好的博士，也同样能够跟大家合心一体来参与。这点，咱请今仔日的司县长王雅玲执事引带咱做结束的祈祷。感谢天父引带，愿伫顶礼拜日顺利选出中职，愿主使同心合一的灵伫中职中间，伫彼此无共的温数互相欣赏，伫不足的所在彼此扶持，同齐为着2025年的时间努力。也求主看顾所有中职同工身体、家庭、事业，拢有主满满的稳定。今仔日是宗教改革纪念主日，感谢主白白赏赐恩典，阮愿意将主的话语常常放伫心内，互阮遵谈你的话语，伫生活中实践你的教示，谦卑家己，对人有爱，对上帝有信。来荣耀上帝，感谢主创造美好的环境，互阮徛起。求主帮助阮有智慧、有方法来面对极端变化的天气。愿每一个人负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同齐为着未来努力。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这时咱来奉献。
请大家起立，咱用奉献的诗做咱的祈祷。请坐。即时来报告，请大家掀开周报，咱来看通知事项的部分。本月份的地月长老是张乃军长老。通知事项。今仔日是宗教改革的纪念主日，也是为着来纪念1517年的宗教改革运动，就是长老教会创始者约翰加里文，伫当年来投入宗教改革咱做伙持续来为着咱宗教改革的运动，伫即个世界的持续来改革进行来祈祷第二。咱伫顶礼拜主日有举行中级改选的好会，有选出2025年的长老甲执事。当选的名单以下敬请省略。长老是王永德、朱大庆、林世宏；执事是林宪一、陈子温、周家军、廖宪明。小会有定伫2025年1月初5要来举行长老甲执事以及各单位首长的就任。另外，伫1月12下午1点会举行中级训练会，请新就任的中级准备生来参加。第三，咱本期圣经学校秋季班的课程已经开课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也请大家继续为着圣经学校来代祷甲奉献课程伫下面，遮请大家来参考过来。欢迎兄弟来参加每拜五暗时7点守护台湾的祈祷会，做伙来为着上帝国来祈祷。咱伫11月初5过来即个拜五的聚会，有请到张家运牧师来做信息的底讲，请王美秀姊妹做处境的分享另外，大礼拜堂音响已经来做更新预计后礼拜会来完成，厂商会来做2摆的音控训练，请参与音控的同工来出席。咱音控平常时请家方干事甲杨总林弟兄来指导来使用机器较复杂啦咱可能家己卖去甲调整培训的时间有2摆，写伫下面遮，请大家来家己看另外，伫花语堂的部分共款要来换做即个数位的音控即个音控的训练也欢迎有负担的兄弟来报名原则上是拜6个礼拜为主，咱甲老师来约就师徒制老师甲学生安尼就当来进行若有兴趣有即个负担的兄弟。请杨宗林兄弟，也是陈伟义老师来报名，也是办公室这边来洽询感谢上帝丰盛的主爱，保守咱教会有做长辈一切的平安众年牧区定伫11月28日拜四感恩节，迄日暗时6点半到9点，要伫主日学教室
来举办感恩节、感恩分享聚会，欢迎咱全体兄弟也邀请亲朋好友来参加。为着备办餐点的需要，请伫11月24进前，来各小组的组长也是教会的办公室这边来报名。11月7日暗时6点半，伫本教会大礼拜堂有人权电影《沉默的呼声》放映的活动吼。这是根据咱真实事件来改编的人权电影吼。请欢迎大家来参加吼。上尾为着帮助咱同工会向来善用人工智慧，就是咱最近讨论度足悬的用 AI 的工具吼。会当伫咱的聚会中来做运用，安怎运用吼？即个界限伫倒位吼？伊会当帮助咱来创造咱的思维吼，有较创新的聚会，总是要安怎来好好来运用伊。若有兴趣的兄弟会当来参加。主题就是生成式 AI 伫咱教会聚会中的运用吼，包括小组长咱儿童主日少年团体老师、各团体甲同工拢会当来参加。伫1月18日上午10点吼，203教室。以上报告这点，请陈永文牧师来介绍甲请安。英国来旅游的一个人客吼，We welcome Mr. Gary Lau。请咱兄弟彼此请安吼。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咱吟2遍，请大家起立吟诗煞，请陈永文牧师来祝祷。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你亲近安宁，甲你分享主的听堂，亲像得好我水，地往里看你看见主的歌。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你心静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听堂，亲像得好我水，地往有安宁，看见主的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听堂、圣神的相通甲帮赞，甲恁众人三甲一地，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免。
请坐，密祷避讳。若是有需要代祷的兄弟，咱会当到外面雨伞骹有同工会来为你来祈祷。